好一阵子没出现在戏剧中的艺人林美珍，近来在公视人生剧战大潮剧名暂定中饰演一名人妻。她与丈夫育有一名就读高中的儿子，本来顺遂，无需出外工作，后因丈夫事业出现问题，家中经济陷入困境，让她必须出去找工作，没想到却遇到主管对她有非分之想。林美珍在《大潮》剧中，因为没工作经验，只能找一些较低阶、简单的工作，万没想到却遇到主管对她有非分之想，还跟她说有个轻松且收入更高的工作可以介绍给你，条件是陪我1晚。听到这，林美珍所饰演的角色心里犹豫挣扎，但为了家计，她想着牙一咬就过去了，于是便答应，最后究竟是陷落还是挣脱？据悉，连导演也还没有答案，让林美珍边拍边引颈期盼后来的发展。向来慎选角色的林美珍表示，因为过去曾演过不少次妈妈，但同样是妈妈的角色，这次跟以往不同，非常具有挑战性，无论是对内对外，压抑的情绪感觉很不同，为家里完全付出，面对老公、小孩，职场上的感觉是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演过的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尝试跟挑战这样不同的妈妈。她坦言过程中真的蛮辛苦的，除了压抑，很多内在的情绪，当然也跟现实中有点相同的地方，因此在戏里面也将现实情绪带进去了。对于这一次在剧中被主管潜规则对待，林美珍表示自己开拍前完全不敢做什么心理准备，太可怕了，这是没有人会想遇到的事情，我没有做任何准备，就随着当时状况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且我第一场戏，第一次见面就演这么惊吓的戏，印象真的特别深刻，当下是很害怕的感觉，所以很容易就跌入这个角色的剧情。